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湾甲美国上大件的科学合作案——福尔摩沙卫星7号，伫台湾时间6月25日要发射升空。目前，福卫7号已经运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中心。为了要预祝发射顺利，中华高商甲芬林的正心高中的学生伫运动场拜字。 而且就由已经伫外太空的福卫5号的镜头来记录这个壮观的一刻。中华高商1350位学生拢总冲入运动场，走去设定好的定位，徛好。所有人拢徛好势啊！对高空看落去，学生摆出 FS7 3大字，这是福尔摩沙卫星7号的缩写。 学生摆出这缩写的大字，就是要预祝福卫7号伫台湾时间6月25发射顺利，而且还透过伫外太空的福卫5号的镜头记录这壮观的场面。同款嘛是拜字要祝福福卫7号发射顺利的芬林正心中学，出动36个班级900名学生，摆出 FS7 3大字。日头有够炎的，这女学生拢热啊冻袂掉。 很想把太阳为了卫星值得的 ，OK 的，没有问题。虽然很热，可是我希望照片会很好看。如果这样好看的话，就都值得了。摆字等待福卫5号翕相时间，也有女学生早课本出来，这边复习功课，这边参与台湾太空科技的进步历程，嘛期待卫星翕出来效果。